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艰苦坐挂，台语安尼写，艰苦坐挂，形容非常难过、痛苦不堪。台语讲艰苦坐挂，叫你切一粒涂骹，倒一粒粪扫，袂输要剥你的皮，安尼艰苦坐挂，唔太。你唔通逐工拢安尼艰苦坐挂。人讲艰苦嘛一天，快乐嘛一天，快乐一天算一天。有研究发现，快乐的人的寿命比无快乐的人悬出14%。艰苦坐挂的“坐”是鼻音，文音是“做”，像假做。缓刑也就是暂缓执行刑罚，都是假做。伊因为啉酒开车，互法院判假做3年，但是要支付公课85000块。做担罪。替人顶罪，就是替人担罪，就是替人坐罪，就是替人食罪。你爱想我好势哦，敢真正要放某放囝替人担罪？啊，这戆查囡仔替男朋友食罪，互掠去关。艰苦坐挂的挂，这个鼻音，有另外一个鼻音念过，啊，那文音是过，记一记过，改过自新，过。这是我的过错，你莫想过分。这个罐头过期了，过大路爱小心。我真袂得过。今仔日的台语字艰苦坐挂，实在真趣味。